馬上咧送俾大家第4隊嘅參賽組合卓子欣同埋杜嘉維。根據消息，黑色玫瑰就係匿藏於城內孤獨嘅深處。呢個組織壞事做盡，雷文你就帶領100精兵去殲滅佢，攞首領嘅首級嚟見我。遵命。睇嚟呢度就係黑色玫瑰嘅基地。呢邊幅畫像，相信畫中人應該就係……哇！居然可以揾到嚟呢度，果然係洛克薩斯帝國嘅雷文喎。係邊個？我咪就係你揾嘅人咯。黑色玫瑰嘅首領，今次我奉命嚟就係要取你嘅首級。你想揾我咪喺度咯。不過既然得呢度，就要巡翻去。報告將軍，隨行嘅士兵俾1名神秘人用魔法切斷去路，然後全部都……你嘅手下全都死喺我手上，而家就得翻你一個啫。哼，廢話少講，受死啦！憑你一個就想搶我首級，會唔會太天真啊？睇小我嘅話，小心冇命啊！就算走都係冇用㗎。呢度咁黑嘅。走，我話要走咯，只不過想你乖乖喺度唔喐啫。你以為咁嘅龍就可以困得住我雷文咩？當然困唔住啦，所以我知係斯溫派你嚟暗殺我。佢做咗洛克薩斯嘅領袖，曾經係黑色玫瑰成員嘅佢，而家想奪取埋我嘅位置，統治成個洛克薩斯。你確定佢值得你追隨咩？你呢啲壞事做盡嘅地下組織首領唔可以同斯溫達人相比。我壞事做盡。當年我嘅家族係軍權政府統治前創立嘅黑色玫瑰，本來只係一個研究魔法嘅工會，但因為力量漸漸強大，就不為當權者所用，迫使我哋只能夠喺黑暗裏面生存。到底係邊個逼我哋先？你講乜嘢？斯溫達人所講嘅就係啱。咁你有冇認真諗過，佢所做嘅一切真係為人民生活更好？相信我啦，我係唔會呃你㗎。咦？呢啲聲埋身跟得放毒氣嘅聲，明知我俾大人派嚟呢度，都仲要使用殺傷力咁強大嘅武器，點解？佢哋只想達到目的，根本就唔在乎手下嘅生死。佢真係一個明君，你咁樣為佢賣命，值得咩？哦，你唔殺我？奉命行事嘅你，而家只係一名棄卒，我同你無仇無怨。更何況你真正嘅敵人並唔係我亦冇必要殺你啊！走啦，去尋找自己嘅容身之處。冇錯，我唔再屬於洛克薩斯。以前嘅雷文已經死去，如今嘅我將會覺醒，成為放逐者去尋找真正嘅正義。真相一直都擺喺眼前，你又睇唔睇得清？唔該晒4號嘅參賽組合卓子欣同埋杜嘉維。我見到咧佢哋